好，嚟日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約出嘅，快少少嘅馬外邊星際快車啊，中間嘉應高升淺藍衫嘅，內欄第3位有美麗第一啊，幸運有你啊，跟住個第4啦，第5位嘅馬好有心得啊，殿後一對咁啊埋邊紫色衫呢就叫陽明區啦，響佢出邊綠衫黃帽咧拍住佢嘅就係呢隻精算暴雪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星際快車啊，落去1個身位嘉應高升跟住佢㗎啦，再見到個半身位第3位有美麗第一啊，第4位綠衫好有心得埋邊藍衫，第5位就係幸運有你啊，後邊2隻走入邊紫色衫係叫陽明區，綠衫黃帽攞中檔呢就係嗰隻精算暴雪嚟㗎。好啦，轉正彎入直路啦，前面星際快車仲有少少嘅優勢，嘉應高升就攞緊平衡，換到腳慢慢上咗嚟㗎啦，後邊嘅馬啦，美麗第一維持住第3位啦，後多層嘅馬有叫陽明區啦，外邊係精算暴雪啦，最後200米啦，嘉應高升認真比落去，接嚟咗後邊對手最少4個馬位啊，後邊嘅馬美麗第一，中間衝上嚟都係叫陽明區出邊精算暴雪啊，接近終點嘉應高升贏起上嚟相當輕鬆啊，今場賽